咁上一期視頻咧，好多人都話我拍新天石夏明苑嗰邊租金特別貴，係咪先？咁喺石夏明苑旁邊咧有個新生家園2002年嘅小區嘅，咁我依家所在嘅咧就喺77平裡面嘅兩房，租金先6000蚊啫喎，而且咧又係散心租嘅，你又可以短租啦，又可以長租，3個月起步。咁呢一套房嘅話，客廳各方面其實同嗰啲100幾平嘅大戶型嘅客廳冇乜分別，外面咧仲有陽台嗱，包括依家洗衣機各方面都有啦。咁呢邊咧佢就勝在咧就係家私電器乜都齊全，周邊咧都係屬於商業嘅 CBD 嚟嘅。咁廚房裡面啊，因為咧好長時間冇煮過飯㗎啦，咁裡面乾乾淨淨啦。廚房3件套啊，燃氣灶乜都齊㗎啦。咁衞生間呢邊咧，因為關咗個窗口，所以會有少少暗。但係呢個咧，可能會有啲窄設計嘅問題。咁次臥室呢邊咧，床褥全部都新淨嘅。咁再加上依家嘅空調各方面都有㗎啦。咁主臥呢邊咧嗱，入門口嘅衣櫃全部都搞掂晒㗎啦。咁再翻過嚟咧嗱，咁大嘅落地玻璃窗，然後嘅話我哋旁邊外面嘅嗱呢啲商場。外面咧就係綠景嘅商場，全部都開晒嘅。然後上面空調啊，包括天花板上面，哇，星星閃閃咁喎，又幾過癮嘅喎。呢套房都係6000蚊。咁如果你話唔想長租，3個月短租一樣可以俾到你嘅，唔知有冇興趣呢？